讲到最近这2天，全台湾天气是热翕翕，伫咧台南的北寮就超过38度。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，即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等区域的是柑仔色的灯号，就爱避免伫外口拍拍走，甚至是外口做事。另外，伫北部、中部也有一寡所在出现黄灯，也就是36度以上。另外，讲到这水情的问题呢，气象局也预告讲，这气候趋势有行向性应现象的这个推测，而且这风台真有可能离台湾会愈来愈远。无啊，手套、长枪、外套，骑车的人差不多拢会安尼穿。全高雄超过200万台乌多摆，天气真热，袂少人互这日头拍甲是皮肤真疼，天空顶也赶紧到树骹。对，都要找就树荫的地方停。为着要较凉的，高雄市交通局也伫红山小港站4个公车转运站设置喷水雾设备，平均30分钟伫厝顶喷水雾，停等公车民众讲真正有感觉较凉。会啊，会比较不会那么闷热。对啊，有喷有差啦。我觉得还是温度还是没有很凉，因为还是很热，可能夏天太热了。南部天气真热，台南市、高雄市、屏东县、外郡山区也是户股拢是柑仔色灯号，有可能出现38度的高温，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。离西高车六中到台南市北寮连续2天出现38.8度、38.4度的高温。除了热以外，南部也无落雨，新北法度区风台雨补强。气象局局长徐明典讲，气候敢若有要滑向性应现象发展的这个情形，未来风台形成的所在，恐惊离台湾更较远咯。如果是高海温在水日环境现象就比较接近台湾，那声音现象是移过来往东，可能到接近中太平洋的地方发展，就距离台湾比较远。气象局长徐明典讲，全岛用水风台雨只就占1/3，未来若风台离台湾较远，风台大来落雨，无一定会冻水水库救命雨，也是希望黄山雨的季节，互台湾水库加入一寡雨，才有法度应付各种的变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